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分享书看福气来咯。大家懂得，我们台湾是一定厉害的水果王国。今日呢，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北部的两位好朋友，一个是专门在卖水果的，一个是专门在种水果的。邀请佢哋同大家来好好分享。我们台湾的水果有多么厉害哦！马上先来欢迎我们的许哲伟，哲伟。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知果堂的许哲伟。好，欢迎哲伟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齐雄文，许大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太浦乡的齐雄文。哇，欢迎其他个，欢迎两位难得我们北部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里边。你首先来强调一下哲伟啦哲伟，你刚刚说你有成立一个知果堂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就我知道的它是一个帮忙农民朋友在贩售水果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创立这一个品牌啊？当初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我开立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那时候因为我们创业的时候资金不多，只有30万，那也没办法开一个店面，可能一个店面就烧掉几百万，所以就从免费的网络行销开始啊。那时候就才会决定从网络开始做这个电商，所以我也到后面被定义成电商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啊。就是一开始我们只是因为费用不够，所以必须要透过 Facebook 跟 Google 表单这样免费的东西去来做这个接单的动作。那当初会做这个品牌是因为我本身是农家子弟，那我以前在台北上班的时候是在做通路，那也认识了不少通路。我那时候从台北回来的时候啊，那就开始做这个事业，然后那时候只是希望说呢，打造一个台湾的一个农产品的品牌。那这个品牌能够去协助我们生产者，把它好的农产品，然后介绍给消费者。这个初衷从以前到现在大概将近10年没有变过。那演变的过程变成说，知果堂现在是帮助台湾在地生产者来贩售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农产品。我们都知道农产品这东西是选出来的嘛，它可能一个生产者种出来，它可能不见得每一样都是最顶尖、最高规的。那我觉得台湾缺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让这些生产者他好的东西有一个对的地方卖，让他们可以去鼓舞他们，让他们持续的去做这个产品价值的提升。那这几年来一路走来，大概是这样的路线在发展。所以哲伟本身就是农家子弟，所以从一个农家子弟的角度看之后，你就想说，可以在工作上就是要来协助农民朋友做这些销售的部分。你继续来强调一下哲伟啦，除了一开始入做这个工作嘛，还是你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经历啊？我其实出社会之后就一直都在水果这个行业打转了。我大概20出头，我就在逢甲卖过果汁。因为年轻的时候很想当老板，不知道当老板这么累。那时候只是很憧憬当老板，所以我那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会去果菜批发市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都7、8点起床，那休息的时候已经凌晨1、2点，就骑着摩托车去果菜市场载水果回来。然后我还常记得以前摩托车刚停好的时候，因为水果载很重，那摩托车就翻了，那藏在路上在那边捡水果。那时候就在那时候就开始学怎么看水果、削水果。然后后来也曾经去台北上班的时候是在果酱的公司，那果酱的公司那时候就结识很多通路嘛。那我们乡下小孩也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老板才资助我们出国，然后去到处看，然后了解一些国外的生态。那几年之后，在创业前几年，我就回到了台中。回到台中，我就去果菜批发市场上班。那时候大概凌晨3点半就要起床，4点要到市场，然后每天做到下午5点，一个礼拜休2天而已。就这样子慢慢去学，然后看这整个大市场的运作怎样。到最后这一次创业知果堂现在已经快10年了，对，所以整个从20岁到现在将近40岁，是快20年时间都在台湾水果产业这部分
在走跳了。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都做我们台湾国产的水果，没有做其他水果的原因。安尼唐凤的周伟这个提创立一个品牌之前，已经累积了一定多丰富的一个工作经验了，当可以顺利的成立一个品牌呢吼。安尼继续来强调一下其他个啊。刚刚周伟是说他今天做的迄行销的部分嘛，伊听入迄个生产者，自家本身咧从事的农业，迄嘛个可以同大家小解一下嘛。目前种的迄草莓，为主，咁嘅天意，咁嘅也是将开发大致啦。草莓目前来讲嘅发芽，用木头去加个田嘅，去发芽。那也嚟讲发芽嘅时间，大家就太不限喺当多年，用农药去固压嘅药，用都开头叶也没带有农药性，所以我安尼半年前转到太湖，看大家种草莓含那些农药，造成讲越开越来越严重。我就讲想讲，迄唔係可以來莫打農藥嘅，我就想法就安尼，所以想法安尼行風也係安尼去做。講起草莓來講嘅話，喺我老人家我爸爸後擺太湖農地，好長時間本省政府派去日本3週日學習轉來，搞太湖農民種一個草莓。從頭下嘛，唔係用塑膠布嘅鉗體，全部用塑膠毛管，安尼鋪體，咁樣就民國60年。到以後發展到以後嚟講嘅話，用塑膠布嘅啦，當然塑膠布嘅有塑膠布嘅好處，沒有壞處。我目前嚟講嘅話，我哋係用塑膠布嘅去鉗體去種，唔過以後就用化學皮去乾。一本草莓色，我咩？我係出界用菌發酵出來嘅菌，停水帶本草莓色，所以種出來嘅草莓，太湖目前嚟講嘅話，風向冇乜嚴重，唔過我係要種，產量未夠本，如果人去銷售，用酵素嘅菌用蟲種出來嘅。草莓可以變較久，唔可以講像用化學皮料種出來，一變2-3日就黏，硬唔會，所以保存期較久。係講有模糊嘅可以拿來做草莓醬，當然做草莓醬當花時間啦。其他個按嚟講，糖鳳類啊，你自家本身最主要種嘅係草莓，還係講磨土嘅草莓，就係你自家嘅特色。哇，其實按你糖鳳類啊，周偉，你們芝果糖這樣子在跟徐大哥他們小農在合作的時候，你們會特別去選購它是要一個無毒有機，還是用自然農法的這樣子的一個小農民去做這樣子的農產品收購嗎？對，我們合作啊有兩個重點，第一個是安全，第二個是品質。那你剛才提到的有機或無農藥耕作，一定是我們優先採用的標準。那第二個是我們希望它最基本，因為現在氣候變化很大，我覺得最基本你要能夠做到安全。而所謂的安全就是我們符合我們政府的法規，這是第一個。那你必須要能通過這些檢驗，那你的農藥是要在政府允許的範圍裡面內，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我們會希望品質，那品質這東西就是比較偏質化了，它比較藝術一點。品質的部分就要透過我們一直去產地拜訪，那一直去看、去溝通。那以徐大哥的草莓來講，它的草莓就是有鑑別度，就像他剛才提到崩香草莓，現在市面上大部分90%以上的草莓叫做香水草莓。那崩香草莓這是台灣一個很經典的品種，它吃起來的味道是非常濃郁，那香氣很高，但因為它的抗病力越來越差，所以很少人種植。那像這種特殊品種又是很經典的品種，我們就會去優先的去採用，這樣子。對。其他個頭都按你周圍按你回應啊，人都明講一件事情，像人哋睇銷售嘅時候，嗰度係講像平台也講我們的中盤商去簽到人哋農民朋友嘛，其他個同周圍係用辦件事，去簽記也係講見人都簽啊。一講起來，算
我一有福气，哦，我转到太湖，就想种草莓时间，认识这位古仓，哦，也古仓去大兰，漂移地地种百香果，哦，啊，主席家给他们看见样的，用苗式的种的法，来就讲起来，佢种的百香果，给他有高文泽位，哦，佢就冇嚟讲，我认识佢冇，嚟讲好啊，按好嘅技艺啊，度假的技艺嘛，就按嚟认识佢嘅，提起天花莲咯，佢讲好，天日就来到牙草莓嘅，盲啲，我每佢讲那年叫撞花年，行卡神奇嘅係，滿滿咧，我愛成加本嘅同學，小學嘅同學，佢兩晒要當熟悉，所以啊變那個也唔單止互相嘅做錯誤，哦，大家同工作方面，經驗方面概念，大家能夠溝通。這一方面，這種的生產者跟消費者這種磨合的時候，你在平台上，你會去怎麼去做一個取捨？我們不管是對任何生產者來講，最基本就是要尊重。那芝果壇講的是一個平等互惠的環境，然後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的工作環境是愉悅的。那我們在對小農絕對是以一個對待職人的角度，我們在跟同仁宣導也是這樣，就是說我們不必去同情生產者，也不必去過度的吹捧他，我們就是一個正常的環境，然後去對待我們這些生產的職人。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對誰，你只要保持一個尊重、平等互惠的關係，去跟他們來，就是說要求或者是期待達到我們的標準就好。例如說，好，我們今天大多數可能要交到批發市場的水果，它不見得有辦法採到這麼的熟，因為它必須要一關過一關，那每過一關可能就是擺1天到2天，所以它的要有架上時間，它就必須要拉長它的保存。那拉長保存最簡單的方式，我們要怎麼做？我們就是去讓它在7、8分熟就要採收了。但芝果壇不一樣，我們做的是宅配的生意。許大哥把它現採已經熟得剛剛好的草莓整理好交來給我們，然後我們包裝完出去了給顧客，顧客收到可能從田裡到他收到可能不到24小時。所以那顧客可能洗了就吃了，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它熟度要剛好。其實在照顧生產者跟消費者來講，你們是取得一個平衡，都有各自的一個堅持底下，你們協助大家去維持一個動態的平衡。對，沒錯。哦，觀眾朋友，經過這位同其他各位分享，我哋想提供生產者從一個行銷方面，佢哋有佢哋的堅持。啊，唔過後邊還有兩版的故事呢，讓你休息一下，CP 茶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聽嘅這位同其他個嘅人嘅分享吼，有嗰度嘅想法。啊，唔過啊，現場係批到嘅啊，全部係其他個吼，佢帶來一個草莓嘅香味呢。啊，按好嘅品質啊，行係先來送一下。張底下講，佢哋嘅農產品都帶有1號，係咪？其他個，我哋先來送一下，看下先種嘅草莓都帶有1號。啊，順勢聽同這位繼續來分享，好唔好？好。啊，近日根本你帶來一個草莓係白色嘅呢？一白色咧係日本品種，名稱叫做雪兔。雪兔哦，等下，我看一下白色的哦，我現在一定都可以，按你吃醬拿紅來是嗎？吃醬拿嚟是冇問題。哦，按我是按繼續來分享。一雪兔咧，佢溫度越大，香氣越好，粒子較大。啊，不過喺台灣嘅甜食咧，冇辦法像日本啊溫度都按大，像按台粒啊，像高原邊嘅嘅下溫度大，佢嘅產量比平常要較高。照顧佢同照顧紅色嘅草莓，很困難，所以佢大嘅花籽也冇紅色嘅按多，我限係有限嘅，我拍個一期拍出來，我就留4粒到5粒，紅嘅我就留7粒到8粒，所以我搭粒就可
可以搞本治国堂出货。观众朋友，条条安尼是啦，真是唔会选迄草莓呢，唔是沾嘅糖分啊，也讲蜂蜜咯，安尼是，香米同甜米全部弄出来，酸酸甜甜，亲像提司机，人哋讲嘅用乐豆咁用呢，哇，真好吃呢。不过除了中药嘅舌土之外，中药嘅舌土啊，佢这么娇贵啦，佢有拄到讲嘛嘅병虫係最难处理嘅嘛。也草莓чем会发生呢？按照碳取片，我青头下嘛去用，我就先提去浸茶树精，而会产生木嘅，可以杀菌，种到红椒杜方去嘅，我冇必按夹去开发叶子。一般来讲，种落去，人讲咧按照定株，深一边咧就会来发，我发我全部摘开，我变苗及旺盛以后，再必来发叶子，安尼唔会讲苗本只去影响到肉体。係安尼，我係安尼去管理嘅。你其他個頭先我講啊，除了其他嘅品種可能有安尼嘅管理方式，最前頭下時還有講到草莓其他溫度越大，佢哋品質都越好嘛。嗰種唔知個鹽呢，有特別先嘅高度高嘅地方嘛？冇，因為我嘅鹽呢冇同平原嘅夾嘅。所以我也冇辦法做到講嘅有機草莓，因為有機草莓主要喺地下白工廠。冇噴農藥，因為我嗰片隔壁連山還有種果汁地，所以我草莓嚟講嘅話，香氣因為北方較有數嘅多，草莓溫度係15度到25度，先適合草莓成長。唔過拍草莓要愛較大溫度嘅，22度邊嘅，安尼對草莓將佢嘅成長先好。目前嚟講嘅話，農業改良場。針對台灣嘅環境嚟講嘅話，而咩去研究講可以研究出較高溫嘅草莓樣物。一般嚟講，人哋看到一個草莓啊，其實都很嬌貴。人哋做唔得從一般嘅水果安尼拿紅來變來變去，做麼？安尼人哋按用看呢來辨認講一個草莓品質到底係好也唔好咯。草莓我看價嘅成熟度嚟講嘅話，看價也偏順行嘅葉嘅。低頭紅嘅，低頭紅嘅葉嘅，翹起來嘅，就代表成熟嘅，洗起來翹面，就會當相當有口感。你講一個低頭嘅葉嘅含疊頓嘅，疊頓嘅，嗰種還蠻熟。是還一定會酸，會酸。最簡單都按嚟看啦。剛剛我吃了草莓，對，那可是呢，人哋現場看到啊，黃梨，有個頭殼手白香果，這個是哲偉你們帶過來的嗎？對，沒錯。那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說兩個你帶過來的黃梨啦，同有個百香果、白香果，有乜個特別的三體體內，你能用辦去請到有個安好的品質的水果，好嗎？是，這個都是我們屏東當地的作物，對。那當初這個是農民他自己來找我們的。對，那以前我們要自己去開發，那後來當我們跟很多生產者開始合作之後，生產者覺得跟我們合作，不管是在收入或者他得到尊重，都是符合他的期待的時候，他們會慢慢把他們周遭比較好的生產者介紹給我們。對，所以也是靠着這些小農大家的口耳相傳，然後就是說其實跟你們合作過，印象都還不錯，所以大家就可以口耳相傳說，這個可以合作。那我想要繼續請教一下哲偉，就是說，那你們已經都找到這麼好的品質優良的農產品了嘛？那你們在合作中，剛剛你有提到說一些宅配啊，那你們在處理的方式上，你們會到場地去現場去看嗎？還是說在品管方面，你們有什麼特殊的方式去控制這個品管？了解。我們有做過統計，我們一年大概要開5萬公里的車，5萬公里繞台灣至少50圈吧。我們做過統計，就是我們會不管我們有沒有合作過，縱使合作過，我們每一年在開採前，就是我們要不斷的去看今年的果況怎樣，那跟農民去交流說，今年吃的狀況是怎樣，那我們做記錄，如實的去在網絡上發文給顧客了解說，今年吃起來鳳梨是怎樣，今年吃起來芒果是怎樣。這是第一個落實採收前要去做
去现地去了解做品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时候像一些比较大宗的水果，像5月底的玉荷包，我们是会直接到屏东这边包民宿或者是旅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到现场，那生产者采收，我们就在那边品管专箱，现地出货。然后或者是梅子季，我们甚至会跑去山上协助他们解决这个农村啊，它人口老化，还有它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迄今想到最好的方式，去在新鲜度跟品管这部分取得一个平衡方式。因为我们到现地，生产者采完之后，我们赶紧一起帮忙包装，然后一起宅配就出去了，客人第2天又收到。那假设我们如果再把南部的水果运回中部再品管，它会多1天。那对我们这种诉求说希望水果流到比较熟、比较好吃的通路来讲，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的，对，所以现地协助品管出货是我们目前想到可行的方式。哦，通常您是在有一些平台的广告某 Q 用呢，有一些他们是用远端遥控的方式，跟你说，我信任你的品质，可能都没有到现场去。不过真是到了，客人收到产品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状况。是，可是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尽量的降低一些我们所谓的损耗啦，现在意外的发生。因为我们刚才有聊到我是农家子弟，所以基本上我们小时候都要帮父母种田。我可以理解说，是生产者在投入第一线生产的时候是要非常专注，他是很专业的，然后也很耗体力的。所以当一个平台出现，它最好是它必须能帮生产者去解决经物流，然后包装这些事情。第二个，还有后续出完货是占很大部分的时间回复客服，然后做售后服务，那监控那些货是不是都配送到。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协助，让生产者可以更专注在种植上，种出好的品质。对，既然哲伟这么说，那我们先从就来考验一下啦。既然是你又农家子弟，你又在为安德的提风，对于这个眼光一定非常的要求。来，那把广告同样给凤梨啊，怎么样去判别它的品质好坏？马上来。好，凤梨这东西是它很吃季节啊。凤梨最好吃的就是大家可以记住，凤梨最好吃的就是4月到5月中。梅雨季来的时候，凤梨容易吃到水，含水量高的时候，它品质就会比较慢慢低落下去了。那凤梨我们在选的它的体格，我们讲它的外形好了，就像我们今天带来这2粒，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头比较小，那身体是会慢慢的到底部，它是比较微胖一点。第二个，我们4月这时候选4月、5月选的凤梨啊，适合就是它已经黄了。你们可以看到我带来，它甚至它的那个鳞目那边都已经黑了，代表它已经到9分到10分了。4月的凤梨到这样子的状态，它会非常好吃。那如果你买的凤梨它还绿绿的，你可以慢慢把它变黄。但是这个你到了6、7月就不能挑这么黄，你就要稍微绿一点，它里面其实就已经熟。所以我们要依气候来判别。那以目前的状态，就是4、5月的凤梨最好吃。第二个，你要留到黄才会好吃。第三个就是它的身形啊，必须要大小适中，大概在1.2到1.5公斤左右，然后凤梨头小一点，对，这样都会比较好吃。其他讲，你就强讲一下，头头哲伟安的分享啦吼，他真的有到你们现场去陪你们去包装包那个臭梅啦，也条当顿能看出货吗？台下嘛将合作去的有，不过我做出来的东西，我唔可以本人讲话。佢俾我用嘅教科，佢完全冇關。記到新英。新英啊，因為人這個本身做出來嘅，係一件事，唔出去嘅，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唔係講這個像樣嘅做，做樣嘅做唔得，因為也係實嘅東西。我本着這個良心去做。觀眾朋友，唔該，可能其他個啊，為到一本大家是好食的草莓，也個果場生產的果場一定的重視，甚至於講可能周圍，可能有一本大家是的好的品質，可能行去產地探索古有嘅品質都，不過會唔會還有兩版的故事呢？可能繼續休息一下，試比賽，再來同大家分享哦。
上一段啊，其他个同周围同人手機用辦嚟認識草莓和黃梨來用嚟讀。唔過呢，頭都係聽講係咧哦，人哋咧百香果呢，繼續嚟請教一下周圍，佢帶過嚟百香果啊，假使講人哋愛讀，用辦嚟讀個好。周圍剛剛偷了一個百香果，對，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嗎？沒問題，沒問題。百香果啊，我們在選擇百香果，第一個我們看到外形，顏色要夠黑，這第一個。第二個的話，我們可以試着小小粒把它拿起來搖一搖，沒有聲音的，代表它的果肉啊是附着在它那百香果果壁上面。那這個百香果我們把它擺一陣子，變皺了，它的甜度會提升。那如果你搖出有聲音，代表它果肉跟果壁分離了，它就可能變酸的幾率比較高。第三個拿在手上，你拿起來沉甸甸的。那代表它裡面的果實很飽滿，大家選擇，大家可以從這3個面向下來做分析。對，那其實就是說，等於是我們在市場上沒有辦法就自己要挑的時候的一個辨別的方式。他們像我們去找一些平台的話，基本上品質都有保證。像剛剛哲偉，你們都還會到現場到電梯去同他個周圍的品管嘛？是。你哲偉，你這個走過啊，全台灣應該都跑透了。對，很多有水果的地方都跑過了。離島有去過嗎？離島水果比較少，所以沒有離島了。你睇下這些品牌成立的過程之中啊，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比較辛苦的一些過程？我記得啊，有一年梨山福壽山那邊海拔快2000，已經破2000了，下雪。那一天我還特別跑上去要看雪梨，我跑上去看雪梨。我車子開那山坡的時候啊，開到一半不會動，然後它開始下滑，然後那真的是好運，祖先保佑，我就慢慢滑下來。但那滑下來之後，我還想說不死心，硬要踩上去。我想說我好不容易開到這邊，然後他又跑上去，他又滑下來，方向盤已經有點失控了，然後我就讓他滑到山壁旁邊，然後把車子放着。然後用徒步上去是4隻在地上爬，那是我印象最深刻，因為它已經結冰了，那不是下雪，它結冰了，然後慢慢爬上去。事後想起來，到現在還是覺得說那時候怎麼這麼傻，那真的不小心就真的滑下去，因為汽車已經沒有動力。對，那是印象最深刻的時候。真是用生命在工作，不知道害怕。剛剛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在品管上你們都做得這麼好了，那在對於客人上面，他們會不會真的有收過說可能不小心有運輸被壓到啦、壞掉的？那在對於客訴這一方面，顧客的回饋一些比較需要你們去照顧的部分，像客訴這個部分，你們會怎麼去處理？是，我覺得主持人真的專業，就是你提到一點運送，我們最容易發生客訴的問題，不外乎就是配送，第二個就是水果內部損壞。這是2個我們現在怎麼品管都品管不出來，因為它第一個呢，運送是好，在配送的過程，它可能天氣太熱，那它可能悶壞，或者是配送人員稍微大力一點，水果撞壞，這第一個。第二個，有些水果壞在裡面，真的檢查不出來，但你一切，消費者回報你還知道啊，這一顆就壞掉。那在我們這樣跟農民持續互動溝通底下，我們的客訴率已經很低了，大概只有3%，而已。那遇到這種問題，我們第一個跟同事交代，就是說我們在回應客戶，第一個你要展現你的專業度，你要能實在的告訴顧客說這東西發生了什麼問題，然後才導致今天這現象。所以我們平均一個客服人員基本上要培養1年，慢慢帶，熟悉1整年水果才能上線。第一個你要如實的去告訴消費者，分析給他聽。第二個我們的原則就是不要讓顧客吃虧。就是一旦發生客訴，好，我們就按比例去賠償給顧客，然後並且跟他誠摯的做一個致歉，目前都這樣來處理。對。談後來周圍如果這個 SOP 嘅流程啊，吼，講到一篇啊，繼續來強調一下其他個條都有講到啊，其實這個在草莓係冬天的這個農產品嘛，啊，冬天之後呢，這個還有乜個農產品，還有唔會做其他的事情來過渡一個空白時間。然後就是草莓睇嚟就假咩，假咩就開發也真係差唔多將數字間細數字間睇嚟嘅。那其他我就冇去講種唔講嘅大量種，還有種地頭芭樂啦、水蜜平地水蜜桃啦，其他嘅太湖嘅農民就係草莓睇嘢就種亂抓。
体位啦、外啦，也係類嘅大部分啦。哦，其他個不管係草莓，也係講自家種嘅一條咁嘅啦，一條會有開放本人㗎，去到地方像觀光果園啦，也係講新農教育一種體驗嘅發通喎。也個有，係係先可以同係對我嚟講嘅話，可以先天花聯絡。我會講嗰邊嘅甜食狀況係樣嘅。喺冇辦法，我盡量我就拜託紫果堂，也嗰邊嚟組織一批人去摘。因為一批人去摘，管理方面唔可以亂踢，也較好管理。安全方面，因為摘草莓呢度係家長帶定成人嚟去摘嘅，喺安全方面有一個對口嘅單位，唔係講對外嘅農民。有單位對口嘅話，安全方面底下就有員工也會去聽取看待嘅。這位。原來你們公司唔單講係講嚟賣水果，甚至於講像一種觀光，這些還有是你們後面才出來的一些新的業務嗎？還是講你們原本就有這樣的規劃？我們原本就會帶一些我們比較經常跟我們購買的熟客，那帶他去產地去體驗我們平常在接觸的這些環境跟生產者，因為我們也會很希望說把我們努力的成果讓顧客更加的去熟悉。那其實這個比較，我們把它設定成是一個非盈利的活動，它主要是帶我們顧客去認識我們的現場，這樣子。對。那至於說未來還有沒有其他計劃，我們未來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在分享水果的知識哦，例如說我們把怎麼削鳳梨這個影片把它拍出來。第二個，我們在更加持續的去進行一些文化歷史面的收集。例如說，我們台灣鳳梨的種植歷史啊，從日據時代的罐頭講到現在以鮮食為主，這台灣的水果的文化歷史的演進，那有系統的把這些資料把它整理起來，然後讓台灣的水果更加的有體系，然後讓更多的不管是我們台灣人或海外的人可以認識到我們台灣的水果。那你們帶他們到這邊的時候，你們會設定說這些客群它是有哪一些條件的嗎？還是你們自己讓他們去自由報名？我們會希望他是我們紫果堂是有在做會員的制度，那我們會希望他至少是我們的一個進階會員才可以報名。那這樣的活動到現場去，像我們有辦草莓活動，就是由我們公司的同仁跟徐大哥親自陪同。那他不會是一個簡單的採草莓，他會從介紹品種開始，還有像徐大哥他是做無農藥的耕作，我們會希望消費者去理解說，一般慣行的噴農藥跟這個完全不噴農藥，它的施作溶把的難易度差在哪邊？那他要怎麼做？那最後會有一段的時間讓大家自己去採果，這樣子。對，所以它在於教育跟在於分享的部分會吃很重的比例。對，所以這樣子，你們從最當初的變成一個產銷合作的一個平台，開始更多元化的發展，甚至於接觸到食農甚至觀光這個部分了嘛？那你們的人力呢？這樣子，你們人力怎麼去做一個劃分？你們現在有多少員工？我們目前人不多，我們現在才6位而已。然後我們就盡可能，大家都很努力。那我覺得，在這個工作上，我覺得我們同仁是對這個工作是有熱情的。他們不只是在這邊賺了一筆薪水。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們今天會覺得說，他們今天的努力對台灣整個水果產業是有貢獻，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工作的同仁，他們本身是有榮譽感，那大家會願意多花點自己的時間來經營這個事業。對對對。哦，其他個頭頭按你做嘅分享啊，佢原本係對買東西嘅開始啊，會唔會有加上像人哋觀光啊、拖攬一條嘅，人自家睇規劃未來吼，譬如講其他個人自家未理好嘅啦，就是未來說有加上有乜嘅觀光啊，有這種想法嘅時間、規劃嘅時間，你能會去請做嘅佢哋討論冇？哦，一定以前唔會，因為係種出來嘅東西啊，唔論錯咪，也喺面向嘅揀咧，係全部係提合作。而我講出一個想法，雖然講係做農嘅時間，蠻有超過10年，我有管理嘅方面嘅經驗，所以有問題我要會無康咧，全部會講，包括佢請人重要，
有问问啊，要让人用的，对，但训练过按多年的，他有讲几句话，就是讲，要让人比方说那一只味的，你去冲，平台一个那味，不用对味的，你才会冲起来。那哲伟最后就是还是想要请教说，其实有很多年轻人要投入农业这一块，不管是生产还是像你这样子去做一个媒合的平台也好，那你觉得做这一行农产相关的，他有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或者是你会给大家什么样子一个建议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新的年轻的一辈要投入农业，他们必须要有师傅，类似像徐大哥这样的师傅。第一个他要找到师傅，第二个他要找到他合适种植的。他习惯他可能喜欢的地区，那地区可能他合适种植的作物，那有一个地班可以发挥，然后有专业师傅带着他们会比较好入门，会减少很多摸索的时间。对，这对他们来讲会节约很多成本。对。那除了说有师傅在带，是还没有更多的黑工，就像你一样，要先有累积这样前面的经验会比较好。是没错啊，就是第二个，他在种植的部分解决之后，他也必须要找到可以搭配的通路。那这样对他来讲，他可以走得比较长远。不然，当一个生产者，他要负责生产，又要品管，要销售，要售后服务的话，是很消耗他的能量，他没办法做很久。但我们常在讲，我到目前觉得说做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它可能是我们认定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可能做一辈子。那既然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觉得按部就班，把每天的工作做好，然后不宜太累，也不宜太轻松，就是一个很中庸中道班，是每天扎扎实实的把事情做好就好。所以他们一个年轻人投入农业，要有师傅带，也要好的通路配合他，那这样他才有办法走得长远。对。观众朋友，看下今本日的节目啊，係唔係感覺其實我哋台灣的農業還有一段好的發展呢？不管你想去做生產者也好，你去做一個經營者，做一個平台也好，歡迎大家多去看看，多去聊聊一下哦。今本日再一次感謝我哋齊大哥同哲偉帶來安精彩的故事，多謝齊大哥。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謝謝大家，那也請大家一起來支持台灣優質的農產品跟好的生產者，謝謝。除了是好的水果可以顧健康，更加天天欣賞也順勢運動一下，顧我哋自己健康咯。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